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嘉豪，我是来自境内的徐星期，我是来自老挝的潘志成，我是醒狮队的，我是校树上舞蹈队的，我是舞蹈队的，也是狮队的。这次很感谢谢老师给我们这次机会，让我们可以一起合起来一起排这个狮子舞，它融合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传播。感谢谢老师给我们这机会，让我们这两队可以一起排这个狮子舞，让这个狮子舞可以传播中华文化，还有展示了非文化遗产的一些东西。然后这个舞蹈里面融合了舞蹈、武术、舞狮、